伊做伫高雄做高官，伊是空军的即个议长，伊得要带人来救岛，新的听的是讲，这有才是3亿嘛，唔捌啦吼，所以嘛有拄过面，所以迄个时阵呢，伊是想讲稳当即个叫当天员，领人因后生，伊就做兵的嘛，尤其伊讲到尾信仰，但是讲也是你根本书咱上听讲完啦，伫咧做空军，无叫唔係講是。来，要讲伊要带人来救岛，一定指明你点本书来点，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因缘就安尼啦，就开始讲，特地讲要救岛的这个因缘。你经历原来真，人讲就讲真甜啦，这个因缘你嘛拢有讲，阮人这个初到官才甲讲摆，伊才来叫人来甲我讲。讲安尼吼，这因缘这出歹讲，咱嘛唔知真诶假，无你迄个带到官甲带来，我来甲问歹咧，安尼，所以迄个时阵呢，伊就真正吼，是咧约一个礼拜，咱唔知拄咧办啥物哪好，拄礼拜来，礼拜来迄个带到官，伊就开喙见着我，就甲我讲安尼，祖老，我是读淡江大学迄个博士。伊即摆伫空军机场来做江山空军机场做教官，我头壳无安尼啦，头壳无安尼，讲我头壳无歹啦，无你假想我甲当作讲头壳歹咧，我袂讲诶我头壳无安尼，但是伊讲安尼了，我就讲安尼带到我请教。为什么特地讲要李经理有缘，伊当直接要李经理甲李经理通知代甲伊通知，我讲唔是，拢安怎叫你接受？讲甲伊托梦，讲托梦伊有显象互你看无？也有拢迄个相无，也是安尼一边一个相，伊讲拢迄个相，已经甲托梦过来摆，安尼啦讲你敢毋甲李经理讲？要叫你经理多，直接甲你经理讲。伊讲伊袂当我你经理的身份，讲你经理有护法甲护条咧。所以伊行要去国外，要去护法，要了完嘛无机会。讲祖老顶开金口甲即个李经文书的护法讲互伊会当对李经文书去国外扶持。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呢，就真正。咱好势甲讲的，拄好迄阵李经理咱想较慢要去越南，我较紧要去新加坡或菲律宾甲我来讲，好啦，安尼咱即摆到这就结束谢谢。一代